歡迎嚟到聖殿山南牆嘅石級，佢係耶路撒冷令人最興奮嘅考古遺址之一，亦係以色列僅有2個地方嘅其中一個。可以肯定講，耶穌曾經係喺呢啲石級上面行過㗎。呢度係聖殿嘅入口，希伯來話係 Ophel， 攀登嘅意思。最初大衛城係喺呢個位置嘅南部，所羅門王擴大咗佢父親嘅首都，建造聖殿喺摩利亞山上邊。呢埲係聖殿南邊嘅牆，呢啲寬闊嘅石級可以通往去巨大嘅戶勒大門。希律大帝擴建咗聖殿，起咗4個獨立嘅入口俾4類嘅人。第一係皇室成員，第二係外邦人，第三係利未人，第四係以色列普通嘅百姓，就係南門。當時每日有成千上萬嘅朝聖者帶備住奉獻祭品拾級而登，但係喺高峰嘅節日期間，呢啲嘅石級更加多過成千上萬嘅人逼埋喺一齊，簡直係水泄不通啊！喺呢度嘅地下層，考古學家亦都發掘咗接近50個潔淨池，係俾當時嘅猶太朝聖者先潔淨自己，之後行過石級入去聖殿。石級本身唔係平坦，亦都唔係規則嘅，行喺呢啲一時闊一時窄嘅石級時候要特別注意。呢啲嘅設計原來係令信徒避免匆忙嘅去到聖殿。利未人會帶領參加者每3步停一停，用音樂、吹號、背誦上行詩歌，用詩歌表達佢哋對神嘅讚美崇敬，亦表達佢哋預備好心靈同神嚟到去會面。當信徒預備進入他的門嘅時候，有冇省察到係咪用一個謙卑感激嘅心與神會面呢？呢個地方亦都被稱為係教導嘅石級，係文士、猶太拉比包括耶穌向群眾教導嘅地點。有聖經學者認為呢度係使徒行傳第2章36節彼得宣講信息嘅地方。彼得話：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，你們釘在十字架上這位耶穌，上帝已經立他為王、為主、為基督了。當眾人聽見這話，覺得扎心，就對彼得和其餘嘅門徒說：弟兄們，我們當怎樣行？彼得答佢哋：你們各人要悔改，奉耶穌嘅名受洗，叫你們嘅罪得赦免。佢哋係最先遵行神旨意嘅人，佢喺附近嘅潔淨池受洗。眾人靈魂得蒙拯救，可以進入神嘅國。透過呢啲古舊嘅石級，天國嘅福音已經開始傳遍整個世界啦。喺第一位登陸月球太空人岩士堂幾年之前訪問以色列，佢問導遊：可唔可以帶我去主耶穌曾經行過嘅地方啊？導遊係以色列其中一位主要嘅考古學家，帶佢嚟到南牆嘅石級。岩士郎就跪低話：踏上耶路撒冷嘅石級，比起踏上月球，我更加興奮，我更加感恩。今日係你同呢個偉大嘅真理連接嘅時候啦。多謝你嘅收睇。如果你想睇呢個視頻嘅完整版，或者想了解更多嘅信息，你可以點擊以下嘅網址。